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学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了。今天要来咪咪笑讲马该哈发呢，请看哦。几个月前，在电视呢有播出由客籍文学作家李乔先生原著改编的电视戏剧节目，叫做《寒夜》，深受欢迎哦。那么电视剧呢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天丝劇。天丝劇，天丝就是 television， 也就是电视，劇就是戏剧的剧，天丝劇。我们常说呢，今天的天丝劇一定要看哦，懂精彩哦。今天的这个电视剧一定要看哦，一定要看哦，很精彩哦。我们说常会问，马该是牙青逢的天丝劇呢？你有看过吗？马该就是 what 什么什么，马该是牙清流行的清逢的天丝劇，也就是电视剧最红的是谁呢？我说现在最红的电视剧是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学客家话，清讽清流行，最红最流行了。那么在客籍的文学作家非常多了，我们常说的作家呢，叫做作家，作家就是作家的意思。那么小说的说法怎么说呢？叫做小說，小說。小不是说是小吗？像小朋友不是叫做細年吗？这要特别说咯，这个小这个字有两种发音了。如果是讲細年呢，就是指小朋友的意思咯 ，children。如果你讲的是少年，那个少那个音的话呢，那是指这个人是个小人，是个坏人的意思咯。那么在客家人当中有很多一些有名的作家，像李乔啦、钟肇政他们都是咯，他们都叫做大河小说的创作者。什么是太后小說呢？什么叫做太后小說？太后就是太后吧，大河流源远流长的小说，通常是指它的小说是分成几部曲的，不是小小的一本的，而是有好多套的一整册的。比方说台湾人三部曲，我们可以说了台湾人三部曲。好，比方说寒夜三部曲呢，寒夜三部曲，了解了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学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们说的太后小說，了解是什么意思了吧？那黑徐威按自 C 张磊料哦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